海华山继续伫咧旧体后，林业保育署家己分署参台积电合作，伫咧台南北门推动造林计划，种袂到3公顷的树仔。不过去年种栽仔了后，却撞到风台，地区一寡栽仔拢死去。林业署家己分署表示，有派人去维护，未来也会定期去巡。 大大片海平边种侪地树栽，毋过有的雨风先倒去，有的拢冷去啊。台湾南部海华山旧体后甲真严重，北门乡村一带去年7月因为风台佮加上海涌，地势才破坏去。到尾林业保育署家己分署参台积电合作，由企业来种万几丛的树栽，无疑5到单成长的状况无介理想。嘛是希望伊佫继续派人来遮维护啦，无采咧种，无采开海钱。 去做这的动作。像在这个地方，当然我们也可以努力的种，让它活。但是到了夏季风暴、台风天、风暴潮来的时候，是最严峻的挑战嘛。因为我们海岸线碰到非常多的树，都是因为海水冲刷，然后风暴潮扫到，然后就死。包括七股北门的沙洲上面的树都一样。经过了解，这项种树计划时间是3天，林业署家己分署除了提供3公顷的国有林地，每公顷佮提供4400丛会挡大风的原生树木，互企业落去种。面对气候变迁这因素，海华造林是真大的挑战。林业署家己分署讲，目前相关单位已经派人来压水甲维护。这些造林下去的树种，真的它要抵抗大自然力量，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挑战。那目前台积电也加强这些造林苗木的浇水。 那目前看到一些基部的地方已经有长出新芽了。那如果说有些枯死的苗木，那我们也会跟台积电继续保持联系，提供需要的补足。政府甲企业合作种树的模式，正做一个好的示范。不过学者认为，种大片的树林是大工程，咱应该以保育为第一要件，唔通甲树林毁掉了后，再去种新的，安尼才会当保育土地。记者李新台南采访报道。